就一天到晚在搞罢免啦、搞斗争啊、搞人民分裂啊，这样子啊，不需要这样子。那台湾这么一个小岛上面，非要逼着人民选边站，不需要这样子，对啊。给政府好好的一个建议，就是说，希望把好好的政策把它拿出来，对我们小老百姓。让我们小老百姓能够过上好一点的生活，这样子。一些民生问题来说的话，根本就比以前更糟糕，没有更好。你看他只有在斗争，对不对？就是斗争这个斗争那个。你把一个好好的立法院的立法委员，你要来罢免他们，那我觉得是劳民伤财。你这4年来，如果是真的没有做好，我们再来换人。那你只要把你的总统做好，你就不用怕说这蓝委比绿委多。